行程包括峴港、巴拿山、會安古城。各位好，我係 Wilman 亮，嚟緊我會介紹峴港5天4夜嘅遊蹤。嚟到第一晚係食呢個越南菜同埋自製嘅米紙卷，及飲呢度嘅地道椰青。呢個就係自製嘅米紙卷啦。第二日嘅早上，我哋坐吊車上巴拿山去睇呢個佛手金橋，同埋去法國村食個午餐。夜晚呢，就去食海鮮啦。咁一直行呢，我哋搭纜車上去睇呢個佛手金橋。金手指，咦，撞到你嘅？咁巧，你參加咩團嚟啊？中年遊啊，正啊！上去坐吊車。哇！啲帽片幾靚，旅遊期你去咗呢度好靚啊，度都靚啊！一路沿途去啊，坐吊車。咦，師爺又見到你嘅？梗係見到我啦！你去邊啊？哦，咦，大友哥睇到喎。我都見到你。去邊啊？去旅遊啊！旅遊咩得㗎？哦，上峴港啫，好濕碎啊！上咩峴港啊？老細啊，師爺啊！唔記得咗啦。呢一個叫做巴拿山，睇隻金手指篤你背脊，大家排隊上吊車。呢個吊車坐8個人。我哋直達呢個佛手金手指車站。個係有長有短，喺邊一度落邊一度上。呢條係最長嘅。上到你丹拿山呢個入口啊！哇，係幾有氣氛啊！法國氣氛啊，好似去咗法國嗰度咁啊！哇！法國村，係啊！掉頭行到船尾，哇！手掌橋啊，雨宏偉，而家我哋哇五指山咁啊，哇幾犀利啊手掌！係，強哥，你睇後邊，我話篤你背脊噶啦。呢度好似被五指山包圍。Look， 大家睇下條黃金橋幾靚。黃金橋一閃，帶到我哋嚟到空中花園，亦即是愛情公園。呢度就係巴拿山酒窖啦，門券係包一杯法國酒嘅。而家入酒窖飲杯葡萄法國酒，入去呢個酒窖入邊，呢度，哇，好大酒味啊！葡萄酒啊，哇，好有氣氛啊！哇，真係好識享受啊！買杯酒去出窖啊！哇，兜來兜去，酒入咗嚟呢個酒窖入邊，攞酒飲啦！哇！啲酒好靚啊，法國。自己加冰落去。正嘅，我飲嘅係法國紅酒啊，好正。
飲杯紅酒帶有越南火藥味喎。大家好，我係標蚊啦。呢個係孔雀花園吸佛像園入邊。呢度係巴拿山愛情公園。各位係時候喺佛手金首橋站呢，坐纜車過去法國村嗰邊食午餐啦。我哋就喺呢間食自助午餐。山頂上邊係有個月亮堡壘，前面有個粉紅堡壘係未開放，但可以喺出邊影相。月亮堡壘同法國村呢係有地面纜車接駁嘅。呢度係法國村主要嘅中心位置，入呢個教堂係免費參觀，而園費呢係包埋呢個高山過山車一次，同埋其他遊戲任玩嘅。我哋穿過呢條古式嘅古堡街，就去到啤酒廠啦。我身後邊就係 Beer Plaza， 係俾人飲酒嘅地方，同埋有歌舞表演。入園費呢係包每人有2張啤酒券嘅，或者可以換薯條。法國啤酒，飲杯，飲杯，勝嘅。係時候落山啦，離開呢個法國村，去食海鮮啦。用法國包點啲蜆汁芝士醬係最好食嘅。咦，就係呢間海鮮店食啦，好唔好食？梗係好食啦！你睇一啖啖肉，有埋美女同你剝埋個蝦殼，驚你吉親啊！因為近住個海邊，所以係最好食嘅海鮮嚟嘅。幾錢？每人350蚊港幣。問抵唔抵食？梗係抵食啦！你睇個食相就知啦，走晒樣啊！望下，
呢間海鮮店就喺南中國海嘅海邊開嘅。嗱，呢個就係沙灘海啦。聽日呢，我哋就會嚟呢個沙灘啦。第3日，我帶大家睇下呢個長30公里嘅美溪沙灘。中午呢，就去玩呢個筲箕船，食埋個海鮮午餐，做今晚去會安市。永不休，淘盡了世間事，混作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裏分不清歡笑悲憂，成功失敗。浪裏看不出有未有，愛你恨你，問君知否？似大江一發發收，轉千彎，轉千灘，亦未平復此中爭鬥，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歡笑悲憂，仍願翻百千浪，在我心。我哋喺峴港搭咗1個鐘頭車，嚟到呢個加蘭島，仲喺呢度玩呢個筲箕船。東硤遊嘅團友失散咗啦，點算好呢？我啟動航拍機去揾翻佢哋啦。好 ，Go！愛你恨你，問君知否？似大江一發發收，轉千彎，轉千灘，亦未平復此中爭鬥。航拍機終於揾到團友啦！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歡笑悲憂，仍願翻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鬥，仍願翻百千浪，在我心。大家好啊！我哋都係嚟自江湖四海。含金 No.1， 支持香港第一。唔願信命前生作注定，地心裏仍是家鄉，願將今生改共你牽手旅行，一生一世不會轉。哪怕是見你萬丈浪，平氣空。敢愛敢恨，死捱死慳膽衝氣壯，從未見過味，一生功打拼，話是一朝照眼。
中離愁夢喺度玩得開心又興奮，要將今生改變。回程嘅時候用慢鏡鏡頭捕捉呢個越南漁民點樣捉魚，一定要用慢鏡啊！哪怕是掀起萬丈浪，挺起胸。出發心嗰位係我哋東瀛遊嘅主持人碧琪，隔離就係當地導遊。回程時，師傅帶我哋去海邊釣蟹啊！我捉到隻蟹仔啊！我哋就係喺呢個下邊海口玩筲箕船。而家回航食海鮮午餐啊！喺呢度上岸後咧，就喺呢度食咗個海鮮餐，每人半隻龍蝦，海鮮好鮮甜。咬整燈籠，呢個就係燈籠啊！我解緊燈籠，教你點樣整啊？點樣切啊？呢塊布落去，打咗膠錢，老媽大佬哥，啲女人嘢你就走，啲男人老膠睇你個樣。我哋食完個海鮮龍蝦餐後，製作咗個燈籠，咁嚟到呢個會館市入邊啦。主要參觀3個景點，第一個就係日本橋，第二個咧就港橋會館，第三個咧就係古老大屋，同埋行下啲夜市。面對曾一起走過的日子，現在剩下我獨行，如何讓心聲一一講你知？從來無人明白我，唯一你給我好日子。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義，多少風波都願闖，只因彼此不死的愛無愛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，不可猜測總有天意，才珍惜相處的日子。你話仍未多講，只拋低這個傷心的漢子。沉睡了，誰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沒靈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間的意思。情濃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披上孤獨衣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，當天一起不自知，分開方知根本心極痴。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義，世上大情況我不知，如今想傾訴幾誰知？剩下絕望舊身影，今只緊似你傷心的句子。沉睡了，誰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沒靈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間的意思。相機入邊咧，就睇啲古老大屋入邊嗰啲酸枝台木啊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，冬天咁就當天一起不自知。
呢個會安市入邊咧，好似得住一晚啊，因為黃昏到夜晚氣氛係好濃郁嘅。有生有死有義，只想解釋當我不智，如今想傾訴講誰知，剩下絕望舊身影，今只得淺的傷心的句子，剩下絕望舊身影，今只得淺的傷心的句子。喺呢條橋一直行咧，就係去到廣耀會館嗰邊。到咗黃昏夜晚咧，呢條橋個水面係好熱鬧，氣氛好濃厚，係好寫意、好靚嘅。一陣間睇下航拍機就知啦。大家飲杯，飲杯！我哋喺呢度食完晚飯咧，出去呢個邊睇下啲夜景，係最靚嘅、漂亮嘅啲船隻、夜燈。喺黃昏到晚上咧，點着嘅水燈咧，同埋遊下船咧，就好寫意同埋好浪漫，好靚。各位，大家要留意啦，到傍晚咧。啲大車啊、旅遊車唔俾進入呢個市內嘅，要用啲8人車、細車做接駁。咁另外我哋喺呢度食咗一晚咧，結束我第3日嘅行程。返到峴港咧，我哋做一個熱石按摩，真係好舒服。早晨，各位好。人我要問亮，今早起身喺酒店食咗個我至愛嘅牛肉片湯河，跟住呢就啟程第4天就先去呢個國家博物館，再去呢個觀音山。下午呢，食完個午餐後呢，我哋會上去呢個五行山，跟住呢就睇埋個粉紅色教堂。傍晚呢就去睇呢個越南國服。呢個奧黛服飾表演展館展示嘅係越南武器，包括美國輸入嘅化學武器。呢度就係觀音山啦，各位唔使比較啦，香港個觀音像咧係高過呢度嘅峴港觀音像9米嘅。匆匆潮起又潮落，恩恩怨怨生死白头，几人能看透？
看透。红纸啊滚滚，逝去啊情深聚散总有时。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夢裏有你。呢個係水窗下邊嘅周虎洞，先嚟睇下嗰啲死後嘅冤魂審判去邊度嘅18地獄。各位留意啊，呢個粉紅教堂禮拜日咧係做彌撒嘅，係唔俾人入嘅。睇完嘅粉紅教堂，我哋就去睇呢個奧黛莊古塔。越南古時個龍宮咧就喺順化嗰度，因為嗰度嘅風水係最好嘅。紅紙呀滾滾，逝去呀情深聚散總有時。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夢裏有你追隨。我拿青春賭明天，你要對其魂去生。岁月不知人間多少的憂傷，何不瀟灑走一回？岁月不知人間多少的憂傷。何不瀟灑走？Number one， 香港第一。到第5日呢，導遊帶我哋去邊間百貨公司，我哋喺 Winmart 入邊超市呢，就買咗好多手信，啲手信貨品係好多同埋好平啊！我哋午餐就一個越南三寶，有河粉啦、法國麵包啦，同埋越南咖啡，仲有春卷。餐後我哋去機場呢，坐班香港航空返香港，結束我哋5日4夜嘅行程。由於今次旅程呢，主要係飲飲食食同埋拍相為主嘅，好多旅遊資料係未能盡錄嘅，咁請大家包涵。喜歡我呢條片嘅就點讚啦！去到峴港記得食呢個法國麵包啊，真係好好食啊！好，再見。